喺當今嘅營商環境之下，僱主聘用殘疾人士唔單止能夠展現社會責任，亦能夠大幅提升企業嘅營運效率。呢啲員工往往具備獨特嘅技能，並發揮出佢哋嘅天賦，展現高效嘅工作能力，從而喺各個工作崗位上發揮必不可少嘅作用。喺現實入邊，有咗呢班員工嘅加入，能夠積極填充空缺人手嘅情況，特別係喺面對公開招聘市場出現人力資源短缺嗰陣，殘疾僱員嘅出現相對能提供穩定嘅支持。此外，我哋亦唔能夠低估每位殘疾僱員對工作嘅忠誠度，因為佢哋珍惜每一個機會，樂意為企業嘅發展貢獻出自己嘅力量，以有限製造無限。而家我哋好高興可以邀請到有多年聘用殘疾人士嘅企業靚湯工房飲食有限公司嘅戴日安先生 Martin， 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僱用殘疾人士嘅心得。我哋請咗啲殘疾人士之後咧，公司嘅人手咧就係定咗好多，因為以往咧就係個流失率都好大嘅。咁啊，當我哋請咗殘疾人士，因為佢哋本身個忠誠度咧就係即係又特別高啲嘅。咁啊，變咗我哋就人手即係方面就冇咁多流失，同埋我哋嘅接嘅生意都可以再接多啲咯，因為多咗人手去幫我哋送餐啊嘛。咁再嚟就係話啲同事之間咧，佢哋發覺原來即係佢哋都能夠做到嘢嘅，都能夠幫到手嘅。咁變咗咧就好似感覺上咧，大家咧就嗰個即係嗰個有啲嘅價值觀咧，好似都改變咗咯，即係唔會接受多啲呢類嘅同事咁樣咯。其實佢每一個同事咧，佢哋嗰個能力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就能力會強啲、高啲嘅，有啲能力可能就會爭少少嘅。咁我哋會就住佢哋嗰個工作能力咧，就做出一啲嘅安排咯。咁因為本身我哋嗰個工種就係一個送餐、送外賣咁樣，啲能力強嗰啲咧，佢係成件事可以做到，即係由去自己執貨到佢 pack 貨，到佢出去出邊送嘢，甚至乎佢排嗰個單嘅次序咧，佢自己能夠 handle 到嘅。但如果啲同事咧，可能佢比較會係弱少少呢方面，咁或者可能佢動作會慢啲嘅咧，即係做唔得咁仔細嘅咧，咁可能我有啲同事就會幫佢咯，即係就會同佢 pack 好咗一袋袋，同佢分好咗 number， 咁啊邊張單係邊一袋，邊一張單係邊一袋咁令到佢哋都能夠完成到呢一個工作咯。所以喺我哋嗰個嘅做法個處理即係出餐啊，成件事咧都係會有啲改變嘅即係佢本身嗰個能力個都唔同啊嘛，即係我哋未知佢工作係個能力係點嘅時候咧，主要要花好多時間去了解佢咯。同埋有時佢真係出到去出邊送餐嘅時候咧，可能會做下，突然間佢會唔記得自己做啲乜嘢，或者有時會唔記得條路，就算去開都好啦，都有機會唔記得條路嘅。所以其實開頭都係有呢個情況啦。佢哋喺楊震即係介紹嚟嗰啲嘅學員咧，佢哋因為有經過即係呢個訓練啊，咁變咗可能佢嚟到咧就特別容易即係會去上到手咯，同埋佢啲能力係會高少少嘅。其實每一個學員過嚟咧，我哋都即當係一個小朋友咁樣去教去湊咁樣嘅。咁你當你見到嗰個小朋友佢係有進步，同埋佢投入咗，同埋佢真係話中意咗返工，其實呢個係我哋最開心嘅咯。咁所以就係話睇住佢哋一日咁樣去進步咧，由以前可能淨係做到好簡單一兩樣嘢，而家可以做多幾樣嘢。咁同埋有一啲就可能佢本身佢唔止淨係送餐嘅，原來佢仲識得一啲其他嘅技能嘅。譬如有一個學員佢係識得木工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睇到佢哋發揮到佢潛能咧，我哋都好開心嘅。其實咁樣咯，即係變咗其實佢哋唔係淨係做我哋本身嗰個工作，佢可以做更多咯。總括而言，聘用殘疾人士嘅好處係顯而易見。首先，佢哋具備嘅工作能力同埋專業知識，能夠推動企業滿足市場需求，提升團隊嘅整體工作表現。其次，呢啲員工對工作嘅忠誠度同埋敬業精神，既能夠增強團體合作，亦可以促進企業文化嘅建立。
透過聘用殘疾人士，企業可以藉此填補人手空缺，提升競爭優勢。喺呢個情況之下，唔單止能夠直接協助殘疾人士建立價值認同，更加係成為企業未來發展嘅一項明智投資。就等我哋一齊努力，創造出一個多元共融嘅工作環境。